妙竹診上個禮拜去咗參加龍山寺月老生日 party。農曆8月15，除咗係中秋之外，仲係月老嘅生日啊！猛甲龍山寺咧就搞一個為期2日嘅生日 party， 可以入去畫下燈籠啦，睇下表演啦，有俾30至40歲單身人士嘅聯誼活動，有龍山寺嘅歷史導賞。咁重頭戲咧當然就係心願點燈所啦。呢個活動咧就係為期耐啲嘅，有大約1個禮拜。其實就唔係話真係點燈嗰啲，而係一張許願卡嚟嘅，可以捐款或者買貢品啊、祈福品咧都可以拎到一張嘅。當然妙竹診又順便帶咗少少姻緣御守符翻嚟啦，今次仲帶埋少少寵物御守翻香港添，可以 DM 查詢。雖然話個點燈所活動咧去到夜晚9點，妙竹診去到嗰陣4點半咧已經係拎到當日最後一張許願卡，超級好彩。咁我哋當然咧就要祝月老生日快樂啦，同埋幫大家許願收穫美滿嘅愛情啦。咁睇翻龍山寺咧就應該係每年都有搞生日 party 嘅，而且個慶祝活動咧會有少少唔同，好似有年咧會係祝下許願啊，又整 mocktail 嘅聯誼活動咁嘅。見台灣暫時好似得猛甲龍山寺咧會同月老搞生日 party， 大家可以下年嘅農曆8月15前1個月望住有冇啲咩玩啦，可以諗下去唔去親身參加。妙竹診咧都可以幫大家去台灣嘅廟咧買護身符啊、御守等等嘅，有興趣咧都可以 DM 我哋問㗎。